要介绍是什么？低能儿，低能儿。低能儿。它这是哪一种动物啊？这是什么动物？哎，生物学教授，这是算什么类？这是什么动物啊？一类。一类。一类，所以他就问我，所以它算是废物。废物哦。废物。啊，看它的习性一下。它是算什么界啊？动物界、菌物界还是古排泄物界？排泄物界哦。排泄物界。来，要测试他的性格啊，性格跟脾气啊。那我们记一点牌。脾气吗？对对对。脾气的话拿工具测。不然先测性格。先测性格。假装回报哦。个性什么？容易受惊吓。易受惊吓。第3次决胜负。砰！哎，个性温和。接下来是易怒程度。哦，非常易怒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动物啊，不录了。后节又暴躁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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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节又暴躁嘞。后节又暴躁了，生物学教授，后节又暴躁了，后节又暴躁了，拍摄者，救一下，主持人被抓走了，后节又暴躁了，好笑，后节又暴躁了，后节又暴躁了，快，行，麻醉枪，后节又暴躁了，后节快死掉了，后节又暴躁了，这个正常身心，意见其他都没在错，干我放太大了啦。为什么卡？